这个新闻要来讲台中后里的新闻。后里出名的乐园度假区最近推出中部上大耶诞新年城，伊这个商城推出真侪优待优惠，拍折拢总有。也有和不少的分子煞摕来做这个骗人的器具、骗人的机师，那刊出呢这个耶诞特卖这个名牌皮包的广告，还有官方网站的图，怕什么虚无分子，业者赶紧报警处理。 后里有名的乐园度假区目前推出中部上大耶诞新年城，因的奥莱某同款推出周年庆活动，有各种优惠要抢年尾新春商机。不过最近煞有人摕来做职业式网站的诈骗手法，后被这民众抓准是真的，拢打电话来问。我们接到了客人的提醒之后，火速的到警方进行一个报案，同时呢，也在165防诈骗平台上面呢来做一个登录。在这边特别提醒消费者，立宝奥莱 mall 是属于实体的商场，并没有在网络上面呢进行名牌包的销售。为商场并未于网络上贩卖，本所已依规定受理报案，并以 IP 位置追缉冒用名义人。 警方嘛强调，今嘛有真侪新的网络诈骗手法，民众要伫线顶买物件进前，要先确定网站敢是真的，避免去用骗钱。